又係同大家自費實測食好嘢嘅時候啊！歡迎收睇利安食道 Leon Food Channel。今日嚟到澳門上葡京自助山食翻個自助餐。呢度自助晚餐嘅價錢，成人每位要接近900蚊。因乜解救我可以用優惠價300幾蚊就可以食到咁巴閉呢？如果你都中意呢啲自費實測影片嘅話，請你幫手俾個 like、comment、share、subscribe， 我哋一齊去片。嚟到自助山回本靠咩啊？梗係呢一個無限量即叫即做海鮮啦。龍蝦可以蒜蓉蒸或者海膽醬焗，奄仔蟹可以揀黑椒、薑蔥、避風塘、鹹蛋黃等等嘅整法。海蝦嘅整法同奄仔蟹差唔多，就係多咗個白灼。仲有白蜆、墨魚、黃花魚、黃立倉、筍殼魚。講真，300幾蚊淨係食呢度嘅沙晚海鮮啊，都真心抵啊！A few moments later， 立即帶大家繞一個圈睇下有咩食。呢一區應該係會被遺棄嘅區域，有啲乾果同埋唔同種類嘅芝士。沙律區。大大隻火腿同埋 cold cut， 呢個區域開始有返啲人氣，係一系列嘅凍海鮮。次次食自助餐都一定 skip 嘅印度區。薄餅望落都幾吸引，作為披薩控嘅我表示，陣間無論食到幾飽都好，都要整返件食下。自助山有座鵝肝山，回本嘢唔係唔食啩。人參雞湯大大煲，成日都搞唔清楚係咪真係嚟自澳門嘅澳門豬骨煲。生滾龍躉粥同埋龍躉翅骨湯，陣間7點鐘供應，到時到候自己嚟排隊啦。一系列嘅中式小炒，港式燒味好似幾受歡迎，而家先至6點鐘已經俾人夾咗好多。粉麵檔都有好多選擇，唔食都影俾大家望下。蒸到熱騰騰嘅茶樓點心，港澳風味靚牛雜，台灣嘅代表有蚵仔麵線，唔講唔知，原來台灣都有嘅豬腳薑、關東煮、鹽酥雞翼同埋避風塘雞翼。日本食品代表有天婦羅、日式冷麵、魚生壽司，選擇好似薄弱咗啲。呢度仲有個室外燒烤區，呢個係炭燒嘅爐火，所以一定要擺喺室外。而家燒緊好多唔同嘅肉同埋蔬菜。呢個堪稱全澳門最大型嘅酒店自助餐廳，出去行完一轉返嚟，真係爭啲揾唔返自己個位喺邊啊！第一個出場嘅係鵝肝多士，頭先喺出面見到煎到金金黃黃，熱辣辣咁食一定唔會有錯。表面嗰啲醬汁係意大利陳醋，酸酸甜甜，幾開胃。唯一係個多士放腍咗少少，唔夠脆。除此之外冇乜投訴。
有2款口味嘅即叫即做三晚龍蝦。根據好朋友嘅經驗，一定係叫海膽醬焗好過蒜蓉蒸。蝦肉新鮮爽彈，一啲都冇焗老。海膽醬香濃惹味，應該係我食過咁多次自助餐之中最好食嘅龍蝦，一定要 encore 多幾次。澳門嘅沙白零舍大隻零舍甜，點整都好食。呢個用黑椒汁炒嘅，味道絕對唔會輸蝕得過港式嘅豉椒炒蜆。白灼墨魚仔彈牙鮮甜，唔使點佢嘅豉油已經好好味。喺食海鮮食到好瀨氣之際，竟然見到有魚子醬，好似舊式茶樓賣點心咁現場 sell 客。唔好講咁多，唔該呢一台每人一件啦。呢一類烤螺嘅巡行喺你食嘢期間會出現好幾次，聽到就立即去排隊，因為一定有好嘢食。好，祝你生日快樂，身體健康啊！同時一樣，祝大家從年頭旺到年尾，身體健康，好不好？十足太公分豬肉咁款啊！咁高調嘅巡行真係不無道理。燒肉個皮超脆，豬油超甘香，燒乳鴿嘅本質都唔錯，夠味夠 juicy， 係好可惜擺耐咗食唔到脆皮嘅效果。避風塘炒蟹好靚仔，鑊氣十足，夠辣夠香口，同香港嘅味道不遑多讓。相對起熱辣辣嘅炒蟹，凍蟹腳其實我麻麻地。不過呢位唔肯上鏡嘅靚女小朋友幫手剪蟹腳咁叻，我一定上面食多幾條。今次打鑼打鼓，輪到大龍躉出場。龍躉咁大條，魚骨一定要嚟攞個靚湯，湯底就咁飲又得，做生滾粥又得。一舉兩得，唔好唔記得啲龍躉肉潔白鮮嫩，當然要食埋骨膠原滿滿嘅龍躉皮先係至尊。除咗龍躉湯之外，佢嘅人參雞湯同埋羊肚菌石斛赤肉湯都幾出色。其實仲有好多嘢未食，搵啲嘢飲下再食過。呢度嘅無酒精飲品全部都唔使額外加錢，可以任飲。咖啡呢啲當然係基本嘢啦，就連涼茶都有得飲先至過癮啊嘛！真係涼茶嚟㗎。我就幫襯咗杯凍奶茶，茶味甘香，好有厚度，琥珀色澤，好靚仔。我夠膽講，味道出色過香港好多茶餐廳嘅奶茶。茶底真靚，呢杯檸檬茶亦值得推薦。呢味整得唔係好似鹹蛋黃金蝦嘅黃金蝦，相比起頭幾味即叫即做海鮮嚟講，味道稍為遜色咗啲。老婆攞返嚟呢碟嘅炭火燒烤，我淨係食咗2隻蒜蓉燒蠔。真係好鮮甜，不過蠔身細隻咗啲。嚟呢度食自助餐真係幾忙，聽到鑼聲又趕去排隊。今次係紅燒鮑魚，個鮑汁真係好香，係集合老雞、排骨同好多隻鮑魚嘅精華所在。鮑魚夠腍身夠入味，咬入口爭啲俾佢呃咗，因為呢隻鮮鮑非常神似乾鮑咁嘅味道。能夠做到呢個出神入化嘅效果，不其然令我諗起以前沙田利苑同埋九龍城食得妙嘅師傅，佢哋同樣都有呢個神乎其技嘅手藝。300幾蚊嘅自助餐食到咁高質素嘅鮑魚，真係揞住半邊嘴啊！呢度嘅牛雜當然唔會及得上名記咁好味，
講真係純粹過下口癮嘅啫。不過食到牛沙瓜就確實係有啲驚喜。應承咗自己嘅事一定要做得到，就係無論食到幾飽都要食返件薄餅。壽司魚生方面呢度其實好普通，建議可以 skip， 唔好嘥 quota。而家已經食到8點鐘，本來諗住收手，點知又再打鑼，又有好嘢食。今次係燉燕窩，真係啖啖足料，冇嘢補充。講到呢個時候，怕且都要開估啦。據我所知，可以用300幾蚊食到呢個自助晚餐，方法有2個。一，如果你有任何親朋戚友係上葡京嘅超級 VIP， 咁就何止得餐飲優惠咁簡單啦，仲有免費酒店房間，同埋免費演唱會門票添，問你死未？不過我就唔知做呢啲 VIP 有咩資格，你哋自己慢慢探究下啦。另外一個方法就係坊間幾個不同嘅旅遊網站間唔中都會搞下啲快閃活動，好似呢個自助餐、自助晚餐震撼快閃價333蚊嘅優惠，就係啱啱喺4月尾搞嘅，得閒自己留意下啦。今日嘅介紹就嚟到呢度，如果你都中意啲自費實測嘅影片嘅話，請你幫手俾個 like、comment、share、subscribe， 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